你好，我係 Isabella， 我哋依家一齊嚟睇下2025年6月9日至2025年6月13日嘅香港股市市場分析同預測。中美領導人習近平同特朗普嘅對話，再加上預期會喺倫敦舉行嘅貿易談判，為市場帶嚟一線希望。雙方都話願意繼續傾落去。特朗普更加喺社交媒體話今次對話係正面，而且唔再提稀土問題。呢個有助舒緩貿易緊張氣氛，市場反應都幾正面，大家憧憬關稅壓力有機會減輕，港股有望挑戰24,000點。不過，全球貿易環境仍然唔明朗，加上特朗普嘅政策風險依然存在，恒指多次喺24,000點止步，反映投資者對後市信心不足，短期之內上升空間可能有限。上星期，恒指由22,700點低位反彈，資金持續流入，顯示部分投資者信心開始回升，帶動指數逐步向高位試探。喺技術走勢方面，恒指喺23,400點附近有支持，短期睇落穩定。不過，有啲技術指標出現負面信號，例如死亡交叉，顯示調整壓力開始加大。由4月低位19,260點計起，指數已經累積唔少升幅，市場可能會出現獲利回吐。如果恒指唔能夠突破24,000點嘅阻力位，可能會再試22,800點嘅支持位，投資者要小心應對。市場都關注住上海陸家嘴財經金融論壇，睇下會唔會有支持政策出台，幫手提振投資信心。而中美貿易談判嘅進展亦被視為潛在利好。特別係內地經濟逐步穩定，加埋恒指成分股每股收益符合預期，都為全年指數增長帶嚟一定支持。不過，呢啲正面因素仍然受制於外圍嘅不確定性，例如特朗普嘅關稅政策同全球貿易環境波動。市場預期短期內恒指會喺23,000至24,000點之間反覆上落，暫時未見明確方向，投資者情緒都偏向審慎。雖然有啲利好因素，但負面風險似乎更加明顯。恒指多次未能衝破24,000點，顯示上升動力不足。技術走勢亦出現雙頂形態，短期可能面臨調整壓力。如果跌穿22,800點支持位，市場情緒可能會進一步轉差。雖然資金流入提供咗一定支持，但全球嘅不確定性同累積升幅帶嚟嘅獲利回吐壓力唔可以忽視，技術指標走弱更加深市場嘅審慎態度。投資者應該密切留意中美談判進展同關鍵技術位，以應對可能出現嘅波動。